伫这个月初六呢，台北文山区发生比特犬跳街轿车车窗，甲骑车的奥多拜的民众加着伤。这动保处的采发就还未出来，想袂到今早起呢，伫大安区搁再传出着这比特犬加民众情形，想袂到竟然是同一只比特犬。这台北市的动保处是回应讲，会甲这罚金加重到9万至15万。因若顶一回是无甲狗仔带走，毋过在今仔日搁再犯案，这部分是需要搁再讨论的。一台车停红灯，车窗降落来，雄雄一只狗仔跳出来，边仔技师夹一条，赶紧去车闪避。啊，不过这只狗仔向伊一直加，主人安怎阻止，拢无录像。没关窗吗？还是窗户就自然就跳下去了。主人向警方讲，车窗本来有关向风被拍开，技术就安尼，脚豆腐只脚拢受伤，啊，不过初步暂时无被提告。就把它咬了不放了。就主人打了半天呢，打了还不放啊！靠着那个铁门没办法走路的状态。旁边有一个叫救护车，应该是车主，然后他车子就停在转角。案发地点就伫台北大安区乌龙街17早起8点外，一只狗雄雄跳窗咬人。啊，不过伫11天进前，文山区早度同款代志，经过警方调查，发现狗拢是同一只。第一案我们其实就已经就是会罚3到9万，今天又发生了第二次，那会进行第二次的裁罚，第二次的查罚基准就是9到15万。有接获到议员关说吗？没有接到议员关说。这个案件到即马还未处罚，甚至阁野出主人找机关关税，这只狗仔则无被目击，啊，不过动保处好像有关税，表示主人挂保证会严格看管，所以无目击。啊，不过无到2礼拜，这只狗仔阁补出代志咬人，这摆主人会被加重处罚，是不是会被目击，有还无定论。安全锁这个东西，随手应该一开，应该是最能够保护会随便开窗的小朋友，甚至是狗狗的。咱有防狗仔出现攻击的行为，动保团体建议，受攻击性的狗仔爱看锁啊、挂喙笼是基本，开车再出门也爱启动车窗安全锁等等，主人爱加强相关的防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